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懂的时间。我是高伦先生。太极拳是身体底背同脑背拢有练到的全方面运动，有健身、强身、养生的功能在底背，无分年纪的态势，做太家人一生一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做哦。喺主要运动之前，我哋先来做热身的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颈绕环。今天呢，同先生共下做。动作一个态啊哦。再来弯片。第二个动作，肩绕环，肩头拿上来，后前并下来，后背，安尼用肩头擘圆的动作。动作做几个态啊？同样弯片，擘圆拢有两个方向哦。第三个动作，腰绕环。用腰骨来擘圆，动作做个态啊，唔怕。弯片，第四个动作，刷腰，两只手顺伫后背，喺头当个擘圆。今天你来做比态，下一个动作提膝开胯，右脚头前先两下，第三下拿上来再打开来，第四下拿上来再过来。再来弯脚，头前两下，第三下打开来，第四下过来。今天呢，要轻松。下一个动作步倒翁，两只脚同埋共用，同肩头平抬，安尼哦，耸起头前。坐下后背，再来共用，两只脚擘圆，顺时钟的方向。今天呢，4分慢咧翘来翘去哦，夹一张，弯片，第七咧开胸。两只手，第八个动作太肩，一上一下，最尾一个动作转腰前后对啦，4分18坐下去，两只手后前后背。我们热身运动到一边，也慢开始我们主要运动哦。也慢的动作，前躺后步，我们来跟下做。我们一边开始，的时间4分，坐后背脚，左手向下放起来，向下放起来，脚嘛向下放起来。手脚向下，第三，出脚的时节，斜斜的处理，摸一条线，斜斜的。再来，先右转，两只手变一下，再来打开来，两只手，按你图一个动作，再来，身体转一下，3。
手脚向下鼓来，手脚数数。再来4骨坐下去，斜斜出去，变左转，两只手变一下，打开来，擘一个眼，打开来，最尾后坐下去，好，再来，同样4骨坐伫后背，2手脚，手蹲，第3坐下去，斜斜出脚，先右转，手变一下，两只手打开来到脚的上面，坐下去，我们再弯片，坐后背1、2，手脚向下数，3出脚，4手变一下，5打开来，最尾后坐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坐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坐下去，两片拢可以做。尽量吼，手脚的时节，冇起风来的，坐下去，出脚，变一下，又再坐下去，弯片，尽量莫起风来，七条嘛莫见风来，打开来，坐下去，手到脚的上面，弯片。再弯片，坐后背，后前，3坐下去，先右，再左，最尾坐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不用强松，肩头，4骨坐下去，1、2。7条毛肩膀来，打开来，3、4、5，最尾坐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不用强松，1、2、3、4、5。再一摆，莫起风来，再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越来越熟悉的，可以速度搁加一些，唔怕，下回记得咯，冇忘到诶，来起好。坐后背，后前，最尾一摆哦。
在运动之后，我们做18分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线不用强耸，再两只手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片放来，从肩头的位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4分18坐下去，第三个动作向上伸展。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蛋糕，差不多10秒钟，好，脚放下来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过来，再弯片。过一摆，天天呢，过来弯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来做弓步，另外一边的手过来。再来，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。头晚嘅動作，大家已學會冇？大家都同線上嚟學新嘅動作哦。日晚嘅動作，長舞太極，係3個小動作加啲強下，好，我哋強下來。第一個上3步，手過來，腳過來，坐下去，腳斜斜出嚟，手。天去頭前，彎片，腳過來，手過來，坐下去，腳斜斜出嚟，手送去頭前，手前後對彎，腳行路跟像貓一樣，天天呢。再來。倒卷弓，打開來，合過來，手腳數一下，腳出嚟，手放開來，打開來，合過來，前面的手腳數過來，腳斜斜出嚟，手樣打開來，係咧，天天呢？盡量莫起哄來，
下一个前堂后步，坐后背，手脚、手手向下坐下去，打开来，弯片，2、3、4，坐下去，1、2，斜斜出脚，弯片，向下来，坐下去。再过来，上3步，要记得脚要斜斜的出脚，莫出出。倒卷红。两只手打开来，肩膀来，手脚手手，向后背出脚，两手对绑，打开来，合过来，再一个，下一个坐后背。手脚手手，前躺后步，弯片，最尾坐下去，天天来，动作做个睇啊！再一个，又过来，上3步，佢像苗一条行路，莫太长，身体用手臂张。倒卷弓，打开来合过来，越来越顺的吼。前躺后步。我记得叫我斜斜出去，手伫叫我上面，倒卷红。在运动之后，咱来做18本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
到上面，天天呢下来，下来的时节，肩头线不用强耸，再量技术，慢慢啊下来，到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边放来，用肩头的尾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边放来，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10摆坐下去。第三个动作，向上伸展，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蛋糕，差不多10秒钟，好，脚放下来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的过来，再弯片。高一摆，天天呢，过来弯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来做弓步，另外一边的手过来。再来，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。今日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冇？要記得每日同線上強下來運動哦，我的身體同精神也會越來越好。聽眾，我哋下次見。